林家九型嘅九型人格話俾你知，原來自己一直都戴住一副獨特嘅有色眼鏡去睇呢個世界喎。但我想話你知咧，一個更好嘅消息，你唔係嗰副眼鏡，你係戴眼鏡嘅嗰個人。你冇辦法改變外在嘅世界，但你可以改變你睇世界嘅方法。你有權選擇，你可以選擇繼續戴住佢，你可以選擇除低佢，清潔一下，你甚至可以選擇換一副新嘅。雖然呢個比較難做到，但冇話唔可以㗎。呢個過程心理學上面講咧，我哋就叫做覺察。而林家九型嘅九型人格就係一份極之精準嘅自我覺察嘅地圖，又或者我哋更中意叫佢嘅係你嘅人生導演手冊。覺察係改變嘅開始。呢一本手冊清晰咁話俾你知，你人生嘅劇本嘅主題係咩？你主角嘅性格嘅核心驅動力係咩？你反覆遇到嘅衝突嘅來源又係啲乜嘢？當你睇清楚呢一套嘅劇本之後，你就可以開始真正咁去改寫佢，唔再被呢個潛意識嘅慣性去控制你，而係有意識咁去創造你想要嘅人生體驗。當你睇清楚劇本，你就唔再只係一個演員啦，你就係你嘅人生嘅導演喎。林家九型嘅使命就係將呢部導演嘅手冊交到你手上邊。如果你已經準備好攞翻你人生嘅主導權，由一個演員變成翻一個導演，咁我哋相信你嘅人生就應該由你自己親自執導㗎。